子爱幼时教，作爱嫩时拗。子爱幼时教，作爱嫩时拗。向勇，唔看这老师有些唔错诶。逐摆老公讲就无认真听，那转伊再写几遍。还以为写咯。唉，向勇唔好埋怨，一下先生还冇老公教好啊，喺一般一生人免会写唔错。人讲，子爱幼时教，作爱嫩时拗。故说先生一下就会老公教好来啊。爱知咧。一下按你再来讲一遍。好。子爱幼时教，作爱嫩时拗。